嚟啦，佢嚟啦，佢真係要嚟啦！大灣區地鐵5月26號就喺今日中午12點正式通車運營。作為全國最長嘅跨市地鐵，可以讓我哋一日遊玩5個城市。全程路線經過肇慶、佛山、廣州、東莞、惠州，全程258公里，39個車站，最高時速200公里，最快5分鐘就有一班車啦。最緊要呢條路線嘅運營模式係公交化嘅運營模式，唔需要提前買票，攞住我哋嘅乘車碼，隨到隨走。以後節假日都唔使擔心買唔到高鐵票啦。掂啊！成條路線，大家朝早可以去行下七星岩，爬下鼎湖山，中午去到佛山順德食下美食，下晝再嚟到我哋廣州蓮花山睇下大觀音。到咗夜晚咯，就嚟到我哋東莞食下燒鵝奶。食完晚飯仲可以去到惠州西湖散下步。成日行完玩完，夜晚仲可以翻嚟東莞啊！OK，事不宜遲啦，話走就走，Let's go！